来继续来到台南，这个南营天文馆的人员讲，这个心足忝的。为什么呢？讲接到民众的电话，讲为永康火车头骑机车骑到台南市，这个日头一直咧刷动，拜托，是不是会当处理一下？天文馆的人员听一个拢讲气，甲回讲歹势啦，这是自然的现象，无法度处理啦。对方竟然甲伊呛讲，恁是咧推卸责任书。上尾也是请这个民众到市长的信箱去反映，伊才肯甲电话挂掉。到民众滚生笑，讲会当去找这个后家来斗相共，找后裔来帮忙。出日头，佮有太阳光，互人温暖的感觉。不过，敢若就是有人看伊无顺眼。对方就是非常的困扰的声音，就是跟他说：“小姐，不好意思，天上有一颗太阳，你可不可以处理一下？”这样。有民众打电话予台南营天文馆，讲日头一直咧刷叮当，恁敢会使处理一下？馆方人员甲问讲，敢是挂伫天顶的日头？对方佫讲对，伊对火车头骑到台南市，日头一直伫遐，敢袂当处理？馆方人员甲讲，迄是自然现象，无法度处理。想袂到对方佫甲呛讲，敢是咧倒撇责任？在开玩笑吧？我很傻眼，我把它射掉吧。嘛有民众听到这无可能的任务，感觉敲电话的人敢是咧共创治。南营天文馆的人员上尾也请伊写批去市长的信箱，民众才愿意挂电话。市长王伟霆嘛来回应讲，我点点啊看我的信箱，佫讲算笑要来天文馆交出迄位甲民众讲会当写批予伊的工作人员的名。对他一直重复跳针说：“拜托，帮我处理一下。”你们不要推卸责任，这样子。市长留言的时候，真的吓一跳。馆方强调，因是天文馆，毋过无法度倒看星座运势，嘛袂晓看农民历。毋过馆内有专家会使提供天文资讯，佮有知识，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会当来遮佚佗。我是吴依璇，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按下订阅，还要开启小铃铛哦。